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。今天是2025年12月11號。這一期啊，咱們聊一聊跑得最快的女護士。2025年8月底啊，哈爾濱馬拉松比賽應該是女子組吧，冠軍，她是一位女護士，名叫詹水華，是來自福建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的護士。在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啊，這個女護士詹水華非常動情非常委屈的哭了。哭什麼呢？本來一般的獲獎，對吧，都是要先感謝政府、感謝組織、感謝父母、感謝單位。但是這個女護士她哭訴不是感謝，她是懇請，希望單位領導支持其參加馬拉松比賽。怎麼支持呢？就是支持她調休。她也不是請假結果這個一下引起了輿論的風暴。12月7號，2025年深圳馬拉松開跑，最快女護士詹水華獲得國內女子組第3名，所有女子組第6名，獎金6000美元，也就是4萬多塊錢為什麼聊她呢？是因為12月9日晚上，這個跑得最快的女護士她通過媒體公開向單位、向醫院呼籲，對吧？支持她調休，支持她跑馬拉松。結果4個月以後等來的不是支持，而是醫院的處分。也就是醫院不僅沒有說支持她，反而還要處分她。這是怎麼回事呢？12月9號晚上，有跑友公開一份福建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的內部通報，文件標題是福建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關於對詹水華的處理決定。該文件指出，詹水華存在違規兼職取酬的行為，被醫院警告處分6個月，並不能參與2025年的評優，好像也這個6個月之內也不能升級這個文件還列出了處罰原因：一是違規兼職取酬，詹水華與361度體育用品有限公司簽約代言並取酬，未履行兼職取酬報批手續，違反了福建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職工兼職管理辦法。第二是以虛假理由獲取調休，為參加馬拉松比賽，詹水華多次申請調班，以影響科室正常排班。2025年11月1日，其以虛假理由獲取2025年11月2日調休，實際前往湖北宜昌參加馬拉松比賽。詹水華以不實理由獲取調休行為，違背了職業道德準則，導致科室臨時調整人員，增加科室人力資源調配與其他同事負擔。該行為違反了其與醫院簽訂的事業單位聘用合同相關條款。醫院認為詹水華違規兼職取酬，以虛假理由獲得調休，破壞了醫院正常工作秩序，並造成了惡劣影響。醫院經研究決定，對其給予警告處分，為期6個月，期間不得聘用到高於現在崗位和職員等級。二是2025年年度考核，不能參與評優。12月10號，極目新聞記者從福建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獲悉，該通報屬實。這個網傳的處分實際上是一個不是真實的一個文件，它是翻拍的一個截屏。事後這個新京報採訪了這個醫院也證實了網傳的這個處分是真實的，說該處分是11月中旬做出的，也就是說差不多1個月前做的。該處分文件為內部文件，未計劃對外公布。12月9日，醫院多科室職工郵箱收到該文件，隨後處分電子版文件被拍照在網絡流傳。記者核實獲悉，網傳處分文件內容真實。就文件為何被發上網一事，記者致電福建附一醫院，工作人員稱醫院已經介入調查。就是内部處分文件怎麼發到網上去了？這是誰給他泄露出去了？這個是個內部處理內部處分。我來談谈這個事情這個事情在網上引起熱議。為什麼引起熱議呢？它首先在今年8月份哈爾濱那個馬拉松上面，这個詹水華就一下火了。我記得我在節目裡面也提過這個事情，因為當時這個口碑就分成2派，一派是支持詹水華的，一派是支持醫院的。支持醫院的認為詹水華你這個行為確實影響到醫院的正常運行排班，然後你好歹在這個賽後獲獎，對吧？那麼多媒體採訪，你公開把這個事情一公開給醫院造成了很大壓力。
那另外一派呢，支持詹水华的就認為這個醫院對吧，不通人情，這個科室、護士這個護士長對吧，不應該想辦法為他創造條件，滿足他參加這個馬拉松，還要堅持工作，所以當時口碑就分化得很。那這一次啊，福建啊這個醫院呢，對他的內部處分依然是這個輿論呢看法不一，還是分化得很。我看支持詹水華的和支持醫院的那都差不多，勢均力敵啊。我來談談我對這個事看法啊。首先，我覺得醫院沒有錯，在這個事情上面啊，我是支持醫院的。醫院對詹水華的處分呢，實際上是內部處分，而且也是和事佬，是一種平息內部矛盾的一個手段，並沒有對詹水華本人呢形成什麼特別大的一個影響。而且他處理就6個月，6個月之內你不能升級，對吧？今年2025年不能評優，這個總體上是罚酒3杯。以我的個人這種觀點啊和我的這個分析啊，我認為這是醫院領導啊權衡利弊之後，為了平衡醫院內部的矛盾，不能不對这个詹水華做出一個處理，給個交代，要不然醫院內部啊它不好管理。這個有很多網友說啊，那人家詹水華參加比賽都是周六周日，一般的馬拉松比賽都是周六周日啊，對吧？他又不影響這個上班，周六周日休息，還有人拿勞動法說事啊，你看看勞動法規定的周六周日休息日，憑什麼不能參加自己的這個業餘愛好啊？周六周日由自己支配，周六周日上班就算加班，這個顯然啊把勞動法曲解了。勞動法不是這麼規定的，不同的行業對吧，它有不同的要求。你比如說鋼鐵行業，你要是周六周日大家都休息，你們大家都是工人呢，都一樣啊，周六周日都得休息啊。勞動法規定什麼？那你周六周日高爐要停是嗎？那流水線周六周日得停下來是嗎？醫院周六周日也得停下來是嗎？那病人周五晚上、周五下午做的手術，周六周日沒人管是嗎？所以說啊，不同的行業它有不同的要求，有的行業它就是3班倒啊，有的行業甚至2班倒，它沒有辦法。但是它要滿足什麼呢？它滿足你一周對吧，不超過40個小時，對，當然法律這麼規定對吧？一周你上班5天。那這個他就有倒班調休，對吧？所以說這個很多人拿調休說事啊，說你這個本來周六周日人家就應該休息，不是這樣子的啊，對吧？這屬於不講理了。但是事實上人人對吧都希望周六周日休息一下，但是你看這個行業不同對吧？你崗位不同，沒有辦法，只能輪休、調休、輪班。那詹水華他這個人，他所有的比賽都是周六周日，所以他周六周日總得要休息。他休息，那是不是別人周六周日就休息不了了？那別人憑什麼？因為周六周日對吧，有家庭的在家裡要陪孩子，帶孩子出去轉一轉，帶孩子上輔導班，沒有家庭的這周六周日還要談戀愛對吧，或者周六周日跟朋友出去玩，也只有周六周日有時間。那這些調班的人本來的吧，周六周日就好不容易輪到一個周六周日休息，結果他也調班了，這個確實影響啊這種護士這個職業，就是他們這個單位的運轉。根據這個詹水華本人說的吧，剛開始他們的護士長，他們那個小組的領導還考慮他，經常動員別人幫他調班調休啊。但是啊，你這玩意兒不是說1次2次，如果說1次2次大家都能理解，我相信啊，對吧？那麼多同事啊，如果他就是1次2次調休，那肯定有人願意幫個忙。但是你說他這到周六周日恐怕就得調休，這誰受得了呢？這是第一個啊。所以我認為這是這個詹水華不對啊，醫院沒毛病啊。那時間長了之後，尤其是8月份他在媒體面前把這個矛盾一公開之後，那醫院的很多同事肯定委屈啊，就是我們幫了他這麼多，包括他的那個護士長對吧，上面的主管，我們已經給他付出這麼多了，結果他還指責。你要知道很多網友網暴啊，有很多人不了解這些東西啊，我做自媒體我知道，他有很多8到15歲人，他會打電話，他會在網上攻擊這個醫院，攻擊醫院的那些對吧，護士站的或者那這個他們其他的護士，那你說他們能不委屈嗎？這是我理解的啊，他一委屈，醫院的意見就大，這醫院的領導就不能裝糊塗，你得表態對吧，你得處理這事，所以那沒辦法啊，只好給詹水華一個處分。實際上詹水華這個處分啊，是他自己8月份黑龍江那個比賽自己掙來的，這是他自己不成熟，他沒有感謝的吧，他應該變成感謝領導，感謝這個醫院的護士同事支持他，這叫有點得寸進尺啊，所求無度。俗話說啊，這什麼滴水之恩對吧，湧泉相報，他是得到了一個井還不滿足，為什麼沒有給我一條河，他還委屈。第二個啊，我倒是覺得詹水華他這個跑步跑得不錯，雖然他自己說過啊，他說他這個護士工作啊和跑馬拉松不衝突，跑完再去上班，他說根本對工作沒什麼影響，並且他
覺得他跑完步之後啊，去上班，更神清氣爽啊，人的精神狀態更好。這些我不做評價啊，因為每個人不一樣，對吧？每個人身體素質啊，每個人的這種機能不一樣。他跑完10公里，他跑完馬拉松40公里，對吧？參加過一個完整的比賽，他第2天上班沒毛病。實際上正常的啊，有好多人參加完馬拉松比賽要休息2天呢。他說他沒事，那他身體恢復得快。問題是，他已經不是業餘愛好者了，他是屢屢拿名次啊，動不動拿冠軍吶，獎金也不能說拿到手軟啊，其實獎金也還可以。所以我倒是覺得啊，那他完全就可以辭職啊。那個護士工作有什麼好留戀的嗎？一個月多少錢呢？對吧？他完全可以專門去跑馬拉松。當然有人就說了，那跑馬拉松是青春飯嘛，对吧？他現在能拿冠軍，再跑個3-5年他拿不了冠軍了，體能下降，這也有可能啊。那個我記得那個跑馬拉松第1的叫什麼基普喬格是吧？老了对吧？年紀大了，即便他以前創造很多奇蹟，那現在他也得讓位給年輕的這個運動員，他已經跟不上了啊。確實的，你看比賽後半程明顯就跟不上了，年紀啊到了對吧？但是他趁現在年輕對吧，多參加一些比賽，多拿一些獎金，比他當護士掙得多。然後他可以簽約品牌代言對吧？這費用趁青春對吧？正年輕，開足馬力去賺錢沒毛病啊。等到不行了對吧？你身體跟不上了，那時候再要麼轉行，要麼繼續從事馬拉松教學、馬拉松行業对吧？這個產業，甚至做自媒體直播對吧？教別人跑馬拉松等等都可以，因為他已經是個專業人士啊。這個詹水華這個護士啊，他已經就是人家兼職啊，永遠是兼職，主業是護士，他已經兼職變成一個比他主業還厲害。那這個時候就應該放棄主業啊，主業給你的對吧？愛好讓路啊，魚和熊掌不能兼得，你不能一邊站着護士這個位置，一邊要在外面賺錢。我也理解啊，就是他擔心過個3-5年之後不行了，護士這個好歹的吧，工資雖然低，但是比較穩定啊，交社保啊，对吧？混到退休啊，很多人都是心態啊，有很多在國企待着的啊，40-50的人，到了50歲啊也沒前途，但是辭職吧，感覺自己不知道能幹啥，只好在那混日子。混啥呢？實際上就混個社保，等着退休，都是這種心態啊。我覺得詹水華也有這心態，對吧？護士這個，我相信不是他多熱愛，他純粹就是一個事兒，對吧？只要在那退休，所以我覺得啊，他不如啊，如果我是詹水華啊，我肯定辭職，我這2年或者3年專心致志的跑馬拉松，做跟馬拉松相關的行業產業，對吧？為自己轉型打下基礎。他已經跑得很好的，是很專業的，對吧？他動不動拿冠軍的，他不是說那種中不溜的，對吧？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那種。他每次還能拿獎金呢，代言費，然後他再帶貨的吧，做馬拉松搞直播，現在真是全民馬拉松，对吧？馬拉松正火，有馬拉松在涉獵，对吧？這個體育其他的運動項目，代言其他的這個運動設備。我覺得啊，比他做護士從收入上來講，那肯定是多得多。所以做人要取捨啊，你不能什麼都想要。護士那個你就放棄吧，對吧？讓別人能夠配合上醫院的要求，能夠对吧？符合醫院要求，能夠正常調班，你就別在那兒搗亂了。有很多人恐怕不知道啊，他想拿冠軍呢，那不是說去邁開腿就能拿冠軍呢，他日常要訓練的。他每天啊，你馬拉松要想拿冠軍啊，我覺得啊，他基本上每天至少跑20公里。至少你想他運動量多大，每天平均下來吧，20公里什麼概念呢？加上熱身，加上跑下來之後休息洗澡，至少3個小時每天啊。你說他一個護士，他還得調班，能沒有影響嗎？他這個兼職跟別的還不一樣，你送外賣開網約車，你這個兼職醫院裡是不會管你的。為什麼呢？因為這個不涉及調休，對吧？你休息的時候，你有時間你送外賣。跑馬拉松還不一樣，馬拉松就是周6周日，時間是固定的，而且这是就是2天，对吧？他得提前1天去啊。馬拉松比賽都不在當地啊，對吧？都是什麼哈爾濱、深圳、宜昌，對吧？各個地方都有馬拉松比賽，他得坐飛機或者坐高鐵提前去，所以一般的參加比賽就是2天，正好周末啊。所以說他這個沒有辦法，比較確實跟他的工作啊調班相衝突。但是這個醫院我覺得也有問題啊。醫院的問題在哪兒呢？醫院的問題就是違規取酬這個事情，就是一個護士代言一個產品，對吧？賺點廣告費、代言費，這叫違規取酬。他也不是公
公務員，對吧？他也不是什麼，我觉得这个拿這個做理由處罰他一下，實在是找不到下手的地方了，對吧？一個護士叫違規取酬，你說護士他有沒有拿公權力，對不對？這個屬於雞蛋裡挑骨頭啊，這叫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。在我看來啊，他就第2條啊，處罰這個護士啊，沾水月還名正言順，就是他請假的理由不是去跑馬拉松，他請假的理由恐怕是啊，今天是我孩子生病，明天是，對吧？家裡什麼誰不好要請假回家，都是編的理由。實際上他是去跑馬拉松，那這個被醫院抓住了，對吧？你這個是虛構調休理由，違反職業道德啊，這是我的態度啊。我就覺得這個詹水華呀，不要再為難單位了，也不要為難同事了，你就辭職，對吧？專心幹你的馬拉松，很有前途啊，不比那護士掙得多嗎？你在那兒一天8小時，難道就圖一個什麼社保嗎？你錢賺夠了，社保可以一次補交啊，對吧？你現在一次給你交滿。再說了，對吧？現在醫院效益肉眼可見的在下滑，未來，對吧？醫院也要裁員，也要分流。就他目前在醫院的表現，這個醫院要下崗分流的話呢，他應該是第一個。我可以肯定啊，為什麼呢？這個下崗分流啊，像這種醫院很有可能搞那種按比例裁，你這個護士啊裁掉10%，他那個護士比如說40個人，那就裁掉4個，這4個怎麼裁呢？不是領導去說你這4個不行啊，那領導不得罪人嗎？他這指標下到你科室，完了你們科室你自己投票決定，你們科室自己決定，你反正要走4個，那就變成什麼呢？民主評議，大家一起投票，覺得哪4個人該走，對吧？就是打分啊，投票，得分最高的排前4個的走人。1998年搞下崗分流的時候，我就參加過，那個時候我們科室一共是7個人吧，我記得不太清楚啊。那個時候要裁10%，那科室才7個人，不夠裁啊，正好質量科啊4個人，科長不算啊，把科長去掉，然後2個科加到一起11個人，裁10%，哎，就裁掉1個。那這一個裁誰呢？就是投票啊，大家在那打分，對吧？得分最少的那一個走人，單場宣布。當然了，他也有啊，就是你民主評議啊佔60%，然後科室領導好像佔20%吧。廠裡領導佔20%，就是這個你的綜合得分啊，但基本上就民主評議就決定了嘛。上面那個科室的領導和廠裡的領導他會那個嗎？他不會改的啊。就是像民主評議是你是倒數第一，那就是倒數第一了，那你就得走。所以這個如果福建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啊，到時候效益不好，搞下崗分流，對吧？那肯定是這個手段呢，投票。那你想想詹水華這個情況，肯定是得分最高啊，也就是下崗他排第一個，所以還不如啊早點做準備。對吧？現在形勢不好，趁現在這2年馬拉松還比較火，比較熱，對吧？全心全意的投入到馬拉松中，抓住這個風口啊！實際上這個事情啊，告訴我們什麼呢？告訴我們要學會取捨，對吧？我們大部分人是主業不行了，沒辦法，也不想閒着，也想給自己找條退路，然後搞兼職，搞副業，這個是對的啊。未來經濟形勢不好，大家都得這麼幹。但是，一旦你的副業幹得不錯的時候，對吧？主業已經開始制約你了，成為你的障礙了，那這個時候毫不猶豫的，對吧？把主業得放棄掉，對吧？主業給副業要讓路，你副業變成主業，副業做大做強了，你還要主業幹什麼呢？副業變主業，不要既要又要，魚和熊掌不可兼得。最關鍵的是，這個太自私啊！你影響了大家了，影響了整個團隊。畢竟啊，為你提供方便的是同事，是你的領導，是其他的護士。但是榮譽、獎金、光環，那都是你自己得，人家啥也得不着。那憑什麼老是讓人家為你讓路呢？對吧？讓1次、2次、3次、4次可以，你不能讓1年、2年、3年、4年啊，這麼讓下去啊！所以這叫貪得無厭。總體上說吧，他這屬於幸福的煩惱啊，是屬於自己沒平衡好。你看他還有的選擇，總比好多人連選擇的權利都沒有。最後我再說一下啊，也是今年8月份發生的一個事情啊，在河北孟村，就是滄州市啊，發生一個慘案，家暴，一個年輕的母親，對吧？如花似玉的全職媽媽，才25歲，被老公打死了。也是前天啊，這個備受關注的河北孟村家暴殺妻案迎來重要進展。滄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公開宣判，判處被告人金浩死刑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；判處被告人詹杰有期徒刑2年2個月。詹杰就是那個金浩的媽媽，也就是那個死者的婆婆，她是犯了毀滅證據罪。這個事情出來的時候，我記得咱們做過節目啊，也聊過。這不，當時我聊的什麼，我現在不記得了，內容我不記得了。然後今天我把這個鳳凰網的這個報道啊，又仔細看了一遍。這個鳳凰報道非常詳細啊，通過很多這個案外人
以及双方的同學、双方的朋友他们的这个描述啊，我发现这個死者啊叫劉雨欽呢，太慘。這個死者劉雨欽啊，那就典型的妥妥的就是個戀愛腦，他是完全啊陷入在這個裡面。大家還記得應該是20年前還是30年前，有個叫窮兇極惡的殺人犯呢，哎，我這名字忘了啊。然後他殺人之後，他是在合肥那個地方是落網，對吧？警匪槍戰，我記得是有30年了。然後跟他一起作案的一個女的，那個女的後來跑了，隱姓埋名，然後在福建的什麼地方，後來啊不開金店嗎？不知道怎麼又被警方給逮住了。然後去年還是前年審判，後來判死刑，也就這麼個事啊。這我把名字忘了。這個殺人犯專門去 KTV， 對吧？找那些姑娘，看誰身上好像有錢，然後就把他騙他，帶到出租屋，然後就下手，逼出他的密碼，對吧？取錢，完了就最後是毀滅證據，一共是殺了幾個人呢？我現在說的是誰呢？我現在說的就是那個女的。那個女的在他們家裡人、家族人眼中，她還是個老師，是個乖乖女。那是上個世紀90年代啊，在村裡面人眼裡，那個女孩是特別老實，長得也漂亮。那這個劉雨欽也是一樣啊。這反映的是什麼個現象呢？就是很多小女孩啊，就喜歡這些混混。也不是網上有人說，就是好白菜都讓豬拱了嗎？就這意思啊。他們在他們青少年時期啊，少女時代啊，也不知道是瓊瑤的小說看得太多，還是怎麼着，國仔的電影看得太多。他們喜歡這種混混流氓。那這個咱們講這個被害人孟琛殺妻案這個妻子啊，劉雨欽跟她老公金浩就是典型的啊。這個劉雨欽就是在她同學眼裡啊，就相當於是個校花，非常這個就是溫柔。當這個他們是高中就開始談戀愛嘛。當這個劉雨欽跟她後來老公叫金浩在高中談戀愛的時候，他們所有的同學都不相信，那這兩人怎麼會走到一起？那個金浩就是個小混混，上高中就是個小流氓，他們之間談戀愛，那家裡人自然是反對啊。這個劉雨欽是個戀愛腦，他的成績啊比那個金浩好。那金浩後來不知道考到那個什麼一個政法大學吧，啊，政法職業學院呢，石家莊吧，然後還是山西啊。然後這個劉雨欽呢，他自己降檔，也降到，就是他可以考得比那學校更好，結果他也去了那個學校。後來據說結婚的時候，這個劉雨欽他父母都不同意，不看好，但是劉雨欽堅決要嫁給這個金浩。結婚之後沒多少天就開始家暴，但是這個女的，你想想啊，上了賊船，是一種什麼心理導致呢？她不想把家暴的事情告訴她父母，她也不想把她過得不好告訴她父母。也就是說，這個事情是她選的，所以她要刻意隱瞞，她還要在外面傲人設。她的朋友圈，她的這個社交媒體上發的都是家庭和睦美好，各種對吧？秀恩愛。實際上她經常挨揍，打得鼻青臉腫的，小區的鄰居朋友都看到過。但是她展現在別人面前的都是家庭特別美好。我感覺啊，她就是不能承認自己的錯誤。你就承認自己選錯了，那麼難嗎？很多人就是叫不見棺材不落淚，不撞南牆不回頭。戀愛腦啊，沒有及時止損的這個概念，就是你證明已經錯了，你選錯了那就錯了，接受後果，對吧？立馬離婚。由於這個金浩啊，經常毆打這個劉雨欽，那難免啊就會被雙方親屬知道。有的時候打的是掩飾不了啊，那鼻青臉腫的，對吧？胳膊上有傷，那這多少知道之後啊，然後這個那金浩就是承認錯誤唄，承認錯誤死不悔改，下次接着打。然後就有朋友家屬勸這個劉雨欽呢，乾脆離婚吧，結果他不願意，迎來了悲劇啊。這個在我看來也是不僅是戀愛腦，而且還是那種死要面子活受罪，不肯認錯，直到最後啊釀成悲劇。她嫁給這個金浩啊，這金浩家裡說有錢，其實也沒什麼錢，說沒錢吧，在當地條件還可以。然後這個女的啊就做了個全職太太。那金浩本人工資多少呢？他在縣城檢察院當個是編外人員，那工資好像2-3千吧，就是整個拿到手啊。實際上他底薪據說只有1300，是家裡托人，人找人，人托人給他找的這麼一個工作。你說他養家糊口行嗎？所以這小兩口啊，後來生了兒子。3口基本上是靠雙方家裡補貼，靠這個他就是啃老。一個女孩子本來大有前途啊，養活自己沒毛病啊，對吧？上班幹個什麼事情，3-5千一個月還是可以的吧？結果選擇做全職太太，沒有辦法獨立啊。她也找過工作，但是因為時間長了都找不到好工作，而且在縣城裡面找到的工作也是臨時工。那她老公呢，嫌她丟人，幹臨時工啊沒面子啊，工資又低，所以也不允許她去打工。這樣啊，她就一步一步的被禁錮了。這也是釀成悲劇的一個原因啊。當然了，
這個最慘的還是他們的孩子啊，3歲，父母双亡，這以後一輩子啊都在活在阴影中啊。而这一切啊都是一個戀愛腦導致的。開始戀愛腦，然後也不能及時承認錯誤，止損，好面子，自己釀的苦酒啊也自己一直喝下去，這就是悲劇的原因啊。好，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轉發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，謝謝大家。